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新增加7个本土病例，有6个甲幼儿园有关系。幼儿园的团长嘛，确定拢是为着Delta变种病毒。今年第14号中度风台灿数，中度佮继续的增强，上计明仔载暗时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拜6礼拜影响台湾。中兴大学研究发现讲，臭腐地有一种小激素，有预防皱气的效果哦，成果嘛受到国际肯定。新闻开始来看，咱过来今仔新增加7个本土病例，有6个甲幼儿园有关系，嘛拢确定讲，即马拢是为着Delta变种病毒。有一个为着病囡仔，伊的爸爸8月份对埃及回国，伫检疫期间采检拢是阴性的，因为幼儿园烧话事件又搁采检哦，结果验出病毒。阁有一个台病院的员工，因为住伫同一个社区，嘛为着病，新北市嘛已经清空这个社区了。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的病例有7例，那都在新北市。那境外移入的有2例，那死亡的个案没有。幼儿园相关的里面的个案有新增的大概就是一个同住家人然后那个社区的接触者，这位是麻醉人员。那16163、16164。是他们同栋大楼的邻居。那早上特别来报告的有2个案子，新的是16165跟16166，但并不是同住的家人，是他们的祖母了基因的定序确实是Delta 的变异株。那不过呢，我们也比对了在那个国际航空司的 Delta， 它的在 Delta 的病毒的序列不同那基本上大家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同的来源的群聚新北市幼儿园烧话事件指挥中心下晡公布讲，幼儿园的感染是去为着Delta变种病毒。有过来专家是表示讲，不管是对一款的病毒，嘛是拢爱挂嘴安、食洗手来预防。嘛呼吁讲，老大人的第2剂疫苗爱赶紧做，才有法度减少重症甲死亡的风险。专家嘛认为讲，目前佫无必要来提升防疫到第3级。新北幼儿园群自事件继续扩大，病毒基因序列按算初步拜3公布。专家认为，不管是倒一种病毒株，防疫政策拢是挂水安、食洗手，而且爱赶紧甲适大人的2剂王下拢做好，才当降低重症甲死亡的风险。虽然这个病毒的保护效果会下降一点点，但是它不会没有效果。你打了2剂以后，大概它的保护效果会从本来的80-90% 下降个10到30%，还是会有相当的保护效果。但是专家讲，全世界经验显示，新冠病毒无可能清零，全面才学习甲病毒共存。就算是Delta变种病毒，也无一定爱升到3级的境界。大部分的感染者都可以明确去追踪到它的传染源。即使它是Delta病毒，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加强我们的防疫的警戒。一那台内病传讲，有一位麻醉护理师确诊，而且甲感染的幼稚园的囡仔住伫咧同一个社区，病目前取消部分的手术。对此病表示，确诊个案的状况由指挥中心对外说明，相关的防疫措施拢会遵照指挥中心相关的规范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昨暗又搁出现3个确诊的案例哦，2个是甲幼儿园的家属住同一个社区的厝边，另外1个是目前已经在隔离的幼儿园的家长。特别注意的是，对埃及回国确诊囡仔的爸爸 PCR 嘛是阳性，市政府嘛已经派出体检队到社区大楼全面来体检。新北幼儿园群组案本来总共15个人确诊，不过新北市长伫初8早起召开市政会议时阵讲，初7案如果新增加2例本土确诊个案，是甲幼儿园家属住伫咧同一栋社区大楼的大户，CT 值是38，也有1个是居家隔离中的幼儿园家属，所以市政府也紧急派出机动体检队到社区体检。我们连夜就一直筛，我们希望在这个社区大楼里面，每个人就把它筛检出来，让大家安心。虽然那个 CD 值已经38.53，这个传播力比较弱。对外界认为新北市伤过严格，后有伊回应讲，市府未过等基因定序的结果，就先该当作是Delta病毒快速科列采检，停班停课。
因为甲病毒的竞赛绝对要比病毒走更较紧。另外，根据了解，确诊的囡仔按16145伊的老爸8月才自埃及回来，采检了也是确诊阳性 ，CT 值是37.87，列在境外2日，咁有可能是感染源，也搁会调查。虽然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也许大家有一个想法，我们会不会在电脑基因定性没有出来？你这样做会不会有过？但是跟病毒的竞赛绝对没有过，绝对一定要赶快比它的速度更快。新北市政府统计，伫咧初七总共有4000多位民众到体检站体检，所落来也会公布确诊者的卡列，互民众知影并且提高警觉。因若这场的课列也会通报各县市。侯友宜强调，病毒会得到交通甲人流4阶段，各县市甲中央才会合作对抗病毒。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南港一间国小的家长，因为甲新北市幼儿园为着病的家长是好朋友，8月底两家伙也捌做伙出去佚佗。南港的这间国小今仔嘛预防性的停课，台北市目前有3间国小、4间幼儿园已经先预防性停课了。每一个所在详细消毒。台北市南港这间国校啊，设备预防性停课，基于强调，南港这间国校的家长甲新北市幼儿园确诊的家长是好朋友。8月底的时阵，这两家伙啊，捌做伙出去佚佗。这个学生的班级，从初八开始停课到12、13会开学上课。该名学生在9月7号，也就是昨天，全天都未到学校来上课。同时呢，该名学生跟家人都已经做了 PCR 检测。到昨天晚上11点，最新的消息指出，检测结果全部都是阴性。新北市幼稚园群聚感染搁再扩大，目前已经扩列南港区、中正区甲大同区，拢总3间国校啊预防性停课。也那幼稚园的部分，包括南港区1间、中山区1间、中正区共校区内底的2间，计共拢总有4间幼儿园采取预防性停课，拢总有619个人预防性停课，有169个人预防性居家隔离。到目前，我们都还没有这个阳性或者确诊的这个病例哈，没有，是要到所谓的全部的停课。我想这个部分先不用说太过于紧张啦，但是我们必须要严谨。第3级就会全市性的停课啊。双北市共同生活圈，即马疫情当地的炭烧，台北市敢会甲新北市共同采取专区停课？台北市表示，会看疫情的变化，随时做检讨。中央若是宣布防疫警戒升做第3级，就会采取专区停课。记者综合报道。9月中开始，大学就陆续开学咯。教育部昨暗指出，到学校上课，室内袂使超过80个人，室外袂使超过300个人。新光大学、中央大学、台湾科技大学等学校决定讲开学前2礼拜要先线顶上课。代嘛是鼓励老师线顶上课，也毋过若是人数较少的课哦，学生会当有防疫距离，嘛是会当伫学校上课。王体温是名伫学校大科大研究所的学生，22开学进前转去学校，因为疫情1年外，学生讲防疫甲远距教学已经是真正常。可能就会变成像之前一样都是轮班，实体授课跟远距上课，我觉得效果还是差蛮多的，所以可能还是希望就是这疫情赶快过去。希望疫情紧结束，恢复实体上课。学校按照教育部上新公布的防疫指引，伫教室内底维持社交距离上侪80人，爱坐固定的位、固定的人，60时连坐。专程炸喙安袂使食物件，教室内底爱通风真好，嘛爱消毒。若是其中一项做无到，就爱改做线顶。大科大决定开学前2个礼拜拢是远距教学。考量到中秋节可能有一些群聚的效应哈，10月6号之后，一个班级呢，以50个人以下的，我们才可以考虑让他做实体的。嘛是台湾大学系统的大师大，即马规划拢照指引80人以下实体开学。前2个礼拜是鼓励老师远距，人少的课若是做好防疫，会当实体。例如说实作课啊、实验课啊、操作型的啊，没有硬性的，全部要全远距。新光大学15开学，前2个礼拜嘛是线顶，而且6500位新的学生，自校内就安排去新台病院做 PCR， 即马已经有4600多人完成采检。拜四学校内底阁爱用快筛站。
我们不强制啊，他觉得他有需要做，那到我们的快筛站，我们就会让他做快筛。就要开学啊！大家按照指引，搁看家己的资源，逐工来讨论，做出决定，甲对应，就是希望做到上好，互校园更加安全。记者从新志明台北报道。新北市幼儿园的群聚感染互全台湾各县市拢正紧张。台南市嘛提升幼儿园的防疫警戒，授权予幼儿园，若是发现有高风险的个案，唔免等卫生局通知，就会当随全班还是全幼儿园预防性停课。幼儿园的囡仔要入去学校，唔但爱防体温，手嘛爱消毒。不过最近因为新北市幼儿园发生群聚感染，台南市政府嘛有按幼儿园的防疫措施，除了加强消毒、增加防体温的楼摆，嘛做预防性停课，而且授权予园长，便若发生有疑似接触高风险的个案，唔免等到卫生局考虑甲通知，就会当先通报予教育局，甲通知家长，会当采取全班或者是规间幼儿园预防性停课至少1天。授权我们各个园所，在跟我们的教育局通报之后，也跟家长做了通知，可以做这个自主性的这个停课，师生1人被框列，该班停课2天，那全员的部分可以停课1天。那如果说已经是1人确诊了，那我们更提高这个标准，到全员能够停课2周。台南市府表示，这学生囡仔年岁拢伫12岁以下，伫也无疫苗通去做的情形之下，防疫措施就要更较严格。虽然大部分的家长拢宁可使用较悬的标准来预防性停课，避免疫情扩大。不过停课对家长来讲，是爱去处理上班兼顾囡仔的问题。为他们健康着想，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但是对我们家长，尤其像我职业妇女，我会需要一点点缓冲的时间，让我去想这个小孩子要怎么处理。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呢，毕竟会造成家长的一个困扰。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持续跟家长沟通，能够体谅，让大家一起来落实，做好一个防疫的一个措施。台南市教育局指出，目前台南市幼儿园的教职员工第一档疫苗的注射率是已经有到96%，也若补助各幼儿园的防疫总经费475万，嘛拢已经拨落啊。希望会当加强防疫的力头。另外，最近嘛会联合社会局、卫生局等相关的单位，视察幼儿园载遮的囡仔的车辆，也有幼儿园内底防疫的情形，希望会当甲防疫做了更较周至。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连假代替来回台北花莲的车票卖出8成咯，县政府嘛阁加开返乡列车，也毋过有真侪花莲的民众是真烦恼，讲返乡的人潮会影响到防疫。花莲县政府昨暗宣布讲，最近禁止伫户外航班。因为民众要回乡的车票真歹买，花莲县政府伫初八搁再开放2城的回乡的代替车票给民众，总共566个座位全部拢被订了。因为疫情，真侪民众拢伫咧想讲，敢要转去？会怕，但是因为端午节就没有回来了，那中秋节想说疫情比较缓一点，就还是回来。那没有办法，真的会怕。根据代替的资料，中秋连续假期台北往花莲的车票目前开放8成拢已经卖掉，剩的2成10月开放订票。照以往的统计，普通时坐车人数差不多4000，假日5、6千，连续假期的更加多。17号、18号还有21号的那个车票几乎通通订完了。那19号、20号都还有部分列车都还有位置。没有受到疫情影响，比以往年来的少吗？感觉上是有啦。中秋真侪人回乡，花莲县政府伫咧初7暗宣布，中秋连假禁止伫咧户外公共空间航吧。户外的公共空间，你不可以在大马路上烤肉。好，但是如果那个骑楼是属于你自己的家的所有全财产的话，那当然，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就不会去管理。花莲卫生局强调，目前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并无任何对航班违规的裁罚规定，所以也是希望民众会当主动配合，尤其是外地返乡的亲友，爱灌水淹、接洗手，做好防疫。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第14號中度風台產數可能會喺拜六禮拜影響台灣。氣象局預告，上計明仔載暗時就發布海上風台警報。上新嘅資料嘛顯示講，產數嘅強度繼續會增強，已經特別接近強度嘅風台咯。而照目前嘅路線來看，可能會直接影響到東半部甲屏東恆春半島。產潮風台佇咧過去一天增強嘅速度正緊，目前已經發展到中度風台前方。繼續向西邊山頂動，氣象局長陳明典佇咧 FB 答文警告講，產潮風台是爆炸性嘅發展，增強嘅速度正驚人，愛正謹慎嘅面對。氣象局上緊佇咧拜四暗就確定發布產潮風台海上風台警報。大致上而言呢，還是會朝着巴士海峽這邊行進的幾率是最高的。那以這樣的路徑來看的話，氣象局不排除會在明天的晚上或者是後天的清晨發布海上颱風警報。那至於陸上警報的部分，就還要再觀察了。氣象局預測，產潮風台將沿着高壓的南邊向西邊山頂動慢慢橫過台灣。這個風台雖然強度增強了正緊，但過去七級風暴風半徑120公里無算大，所以路線小可較偏遠，就影響是不是發布陸續的風台警報。在辦事了，太平洋的高壓減弱的程度，也是影響風台行向的關鍵。9月11號的時候呢，燦數颱風就朝着台灣的這個東南方移動，所以這個時候呢，慢慢整個巴士海峽還有台灣東半部的這個風浪就逐漸的增大，而且降雨也會慢慢逐漸的開始。自拜六到拜日，台灣將會受到風台影響，南部加東部雨會上明顯。專家提醒講，除了太平洋高壓自拜四開始減弱，風台也閣佇咧一個大氣壓帶內面，路線也閣有變化，民眾要隨時注意上新的天氣預報。記者綜合報道。五倍光按說要佇國境連假前發落，也毋過目前咱國內Delta病毒開始嘅傳，外界是認為防疫優先，五倍光應該先暫停。國民黨團嘛閣再強調講，應該發現金就好。時代力量甲民眾黨是認為發五倍光嘅時間愛閣評估。行政院規劃五倍光要佇個國慶連假進前上路，不如個面對Delta病毒來甲鄉界，是毋是會出現變卦，正受到關心。不如個外界議論紛紛的是認為講應該以防疫為先，漸慢來發放。國民黨團一個講五倍光是大內宣政策，行政院一個分袂清楚講，即馬是紓困也是進行時期。發這個書生商券啊，我覺得實在是沒有道理。尤其現在接觸啊，我們盡量避免幼兒園的事件啊，讓我們更加的要警惕啊，這個接觸性的傳染啊，所以我們還是主張要發現性。Delta 的確是比較強悍的病毒啊，所以防疫優先。也若綠營的立委柯志傑捌佇個面冊頂懸發起投票，有67%的網友支持現金的選項。柯志傑講，五倍券免收1000了後，有真儕民意支持，呼籲中央要較點地來評估發放的時機。民眾黨的立委區成苑伊講，目前台灣上大問題就是疫苗無夠，等疫苗注射率有達到70%，民眾才會當安心出去外口消費。有這個3倍券的經驗哦，其實我國的國人還是以這個實體券的實體消費的比例比較高哦，所以我們認為說，如果真的要發放的話，你還是要這個加強數位支付，減少這個群聚的風險。以發現金再搭配這個數位振興券的方式來施行。五倍券原本會當用佇個小食檔、夜市、餐廳，假使講若是疫情有稱較懸，餐廳都會互人禁止來用。安尼政府的好意煞互人拍撤銷去。立委咧講，政府應該考慮疫情的變化，盤點國營經濟受害的狀況，來做點陣的規劃。記者綜合報道。來看最近歐洲議會外交委員會建議講，甲歐盟駐台機構改名做歐盟駐台辦事處。有立委今仔就開記者會，呼籲外交部應該趕緊來成立改名工作小組，甲駐華機構的名稱改做台灣。也毋過外交部是強調講，要改名就需要國家政府的同意哦，嘛正感謝立委的建議。台灣要佇立陶宛設立台灣代表處，國加上最近歐洲議會外委會表決通過報告。建議歐盟甲駐台機構改名號做歐盟駐台辦事處，有待後聲繼續發展。立委區志偉甲柯志傑就最近開記者會，希望外交部趕緊成立駐華關注改名工作小組，積極推動駐華機構改名號做台灣。證明
以台湾之名做我们代表处的名称，我想这是全国的共识哈。那也是行政跟立法部门必须要协力完成了哈。根据统计，目前驻华机构无包括大使馆甲领事馆有93个，名称奖励有超过10种。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或者是代表处上侪有52个，抑个台北贸易或者是商务文化办事处名称拢是以台北作为代表。目前只敢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使用台湾。李伟也希望友好的国家驻日本甲美国的代表处会当优先证明使用台湾。有关我国的驻外馆处更名的事情这必须要经过驻在国政府的同意。那我方会持续争取我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来稳健的深化实质友好合作关系。外交部表示感谢立法委员的建议。另外，伫咧参与国际组织甲国际比赛，也一向主张优先使用咱国正式的国名或者是台湾，未接受任何矮化国家地位的名称。记者综合报道。非洲伫这病毒传到台湾，政府即个对查走私鸦片有学者指出讲，市场上的防疫是清洁比消毒如何重要。上重要的是，一定袂当互猪肉制品进入市场。非洲伫这病毒已经来到门口，文大教授罗玲玲指出，防堵的方式为决战境外变成决战场外，市场谨慎来面对。伊认为清洁比消毒更较重要。像遐讲，一定要先洗清气，才来消毒才有效果。消毒时间嘛要久长，另外一定要严格落实猪肉制品袂当进入市场的铁律。中秋这咸肉更加是万万不可。你就是不小心掉下来的一小块猪肉，它可能都会发生问题。那既然有风险，我们就要把这个风险拿掉。而且就是因为非洲猪瘟它很恐怖，一旦发生就要灭场。有关喷饲猪，罗玲玲教授认为，当然是非常重要风险因子。巴西就捌出现过喷变成疫病的源头，但伊认为，就算以后全面来禁止，嘛真歹阻断喷饲猪的方式，需要各界来讨论可行的办法。毛学者认为，应该寻求喷饲猪更较安全的管理方式，因为直接禁止有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我们有没有一个安全有效的管理的措施，而不是说有疫情的压力就把它禁止掉？因为禁止掉以后，就代表在台湾处于的这个循环经济的利用上，一个重要的项目就这样失去了。那相对的，对于相关的一些养猪业者来讲，也是一个立即的伤害。学者表示，非洲伫这非越国日本依然继续咧使用喷饲猪，采用的是集中处理的模式，显示出喷饲猪在良好管理之下是技术可行的。日本成功案例嘛，互欧盟重新来评估是毋是要来放宽喷饲猪。不过，非洲伫这病毒依然继续咧传。这个月3号，香港第一届来确认伫野猪的尸体顶头验出非洲猪这病毒，嘛通知周边饲猪场必须提高警觉。记者林文吴报台北报道。新竹市甲新竹县要合并，争取成做直辖市。新竹市长林志坚昨甲东靖高层见面交换意见，伊希望立法院修法，甲直辖市的人口数对125万人降到100万人。也毋过在野党是认为讲，林志坚已经做2任了，这个动作是为家己找后一个舞台。民进党团嘛回应表示讲，这个议题爱个讨论。新竹市长林志坚甲新竹县长杨文科拢认同县市合并，争取来做直辖市。不因为县市人口只有102万人，两个人拢希望立法院修法来甲地方制度法第4条，直辖市的门槛是为125万人降到100万人。有媒体报道，林志坚7号是甲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郭建民、行政院秘书长李孟燕、民进党秘书长林时耀等人来交换意见。那总召他也有特别提到选举上并不一定对民进党有利他也有做这样的一个提醒。但是我们两个的共识都是说，站在对于新竹这个城市的发展升格为直辖市，应该是我们去努力的。不过，即马到明年选举，敢若剩1年外的时间，佮加上林志坚已经是第2任，无法度佮连任新竹市长，在野党拢对着大新竹合并的修法议题有所质疑。我想一般人马上想，他是为了他的子弟兵这个再找个饭碗行政院有那么多的位置，到行政院去找一个部长一个主委就可以了这是一个财政收支划分，这个就是说这个分配的问题，应该去做通盘的考量才对了而不是说因人设事，然后只是为了要去做政治的考量。因人
设施哦，其实没有哦，因为只要符合资格，只要他愿意服务，他都可以来参选。民进党立法党团是表示讲啊，国外进一步的讨论。未来整个修法的一些配套，或者是是否要修法这件事情，大家还会有一个详细的讨论。根据了解，县市合并牵涉到通筹分配款公平性的问题，民进党高层即马是保持一个保留的态度，所以民进党立法党团透早嘛定调，未来敢要修法，也是要看民意反应来做决定。记者张志雄、陈立峰台北报道。警政署保利刑事大队查到有药品的中盘，甲一寡过期药啊、甲营养品改日期，搁再卖予台南屏东地区的药局，警方查扣2万克啊过期的药啊，有至少8间药局受害。规袋药啊有不要混形气色，还有香港卡的药膏，这药啊拢过期，说互嫌犯改到期的日期了后，卖去台南以南的药局。亲像这款药啊，已经过期6档。就是这个过期了，拿这个去做这个标签再贴起来，但是卖这样子。警方接到消息，开始来侦办，估计超过8间的药局受害，已经请因把产品拢摕落来。也毋过主嫌用这种手法卖药啊，已经超过8个月，恐惊过期的药品嘛已经互民众吃落去。它是将原来的库存的这些药品过期的呢，来篡改，自动延长2年的时间，变成有效日期，来出售给不知情的药局牟利。嫌犯除了改日期嘛，盗用已经卖予其他厂商的商标，互正规经营的业者受到损失，已经要请律师来讨回公道。但是亲像这种小店员、香气散、香港卡药膏，伫一般药局其实常常看到。店员讲，香港卡药膏可能因为台湾的环境较湿，卖了上好，一天上少会当卖10条。而正规的药局咧卖药啊，除了检视到日期，无要买来路不明的药物之外，半当来后期的药品，因会直接刻落来。固定的厂商咧卖，阮也袂讲去接生份人的物件啦。半年前的药啊，就无咧卖啊啦，日期到以前的半年啦。药师表示，药品若过期，可能会减轻着治疗的效果；若是有失去，也是讲过期伤过久，只是有可能产生着毒性，袂当来食。记者王刘婷、陈hen坤强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长伫卡达，俄勒卡达接受55000个阿富汗的难民。布林肯嘛强调讲，虽然嘛阁有美国公民还未离开阿富汗，也毋过这人并无向亚洲人质。美国会继续要求塔利班赶紧放人。这个全部由阿富汗女性组的机器人计划团队，甲布林肯会面，直接甲问讲，因想要知影美国敢会继续来拯救阿富汗。There is lots of uncertainty, and we would love to asking you to see what's your plan, what's the U.S. government's plan for the future of the millions of kids and children and women in Afghanistan. I know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y traumatic experience and moment for all of you. The story you've already told by what you're doing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girls and women engaging in science, in technology, education more broadly. That sent a very powerful message all around the world. 这阵机器人领域的女性歌手替阿富汗赢得好名声。因捌伫咧2018年的国际竞赛场顶，嘛捌徛伫报纸顶悬。不过，因伫咧塔利班伫要控制阿富汗进前听到消息，透过国际协助提早逃出来。布林肯初七伫咧卡达首都杜哈就阿富汗危机展开会谈，俄罗卡达发挥人道精神，接纳阿富汗难民。美国这边虽然有顺利为阿富汗撤军，不过各界关心讲，要调伫阿富汗的美国公民即卖情形，因为根据非政府组织的消息。伫阿富汗北部的马萨利沙里夫国际机场，也有600至1300人无法度离开。We've also been engaging with the Taliban on this topic, including in recent hours. They've said that they will let people with travel documents freely depart. We will hold them to that. It's my understanding that the Taliban has not denied exit to anyone holding a valid document. 世界卫生组织册六表示，阿富汗几百间医疗院所。因为资金无够，面临着收起来的危机。因为捐款的人甲塔利班新政府的接触无得到批准，阿富汗2300个卫生机关上紧可能伫即礼拜就会关起来。若是即个情形继续安尼落去，过去20年来伫卫生医疗方面的拍拼，恐惊就会规个乌有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看本地防疫了袂歹的越南某，因为Delta变种病毒疫情炭烧，确诊甲死亡的病例增加了真紧，人数嘛真侪。越南政府初6就宣布讲，防疫限制要搁延长2礼拜。
BBC 的报道嘛指出讲，越南有一个查甫人，因违反居家检疫的规定，造成真侪人胃着病，互法院判刑5档。越南当局初六宣布，依期原本的防疫限制，搁延长2礼拜。针对首都附近高风险的地区，有甲150万人爱扩大检测。后来全市7月份开始禁止所有非必要的活动，而且照无共感染的風險，分做紅、黃、綠3種區域。Mình cũng hoan nghênh lực lượng chức năng làm việc như thế này để là phân vùng rõ ràng để cho anh em đi lại. Một là giảm thiểu nguy cơ cho bản thân mình cũng như mọi người khác xung quanh thôi. 原本防疫相对较成功的越南，最近这几個月受到變種病毒delta的霜凍，確診人數甲死亡的病例是直頭增加，當局嚴格執行防疫。根據 BBC 的報道，有一個男性或者李文治違反居家防疫規定，而且旅遊署嘛講白冊，至少有8人染病，其中1個人也不幸死亡。法院依照違反相關的法令判伊5年，台價架構的氣味是真重。南韓第4波疫情還佫當地炭燒，當局佫一改延長限制措施到10月初3，嘛針對已經完整注過疫苗的人來放寬限制，要求這期間厝內人若要團圓，只要其中的4個人已經完全注過疫苗，自費限制人數就會當到8個人。另外，根據南韓 Realmeter 上新的民調，有甲70%的南韓的民眾希望政府11月份了後，會當甲防疫政策調整做甲病毒共存的模式。目前南韓已經有60%的人口至少已經注過1檔的疫苗，因為完整注射的人口比例是35.6%。菲律賓確診的人數創下新高，初六過一天新增加2萬多例。不過因為經濟已經經過落去啊，所以首都馬尼拉也是宣布要未解封。為初八開始，美容院甲整甲店、頭毛店會當重新開放，人客人數限制是3成。因若宗教聚會甲佇餐廳內底食飯，嘛會重新開放。不過人客人數的限制是1成。公司新聞林浩如編譯。來看台塑高雄林武廠昨飯店工廠傳出真大的聲音，附近真濟民眾攏驚青哦，也準是爆炸。消防局嘛出動，高雄市環保局表示講，噪音是因為反應爐跳電，機械自動關起來排水煙發出來的聲音哦。雖然無造成污染，也毋過附近的民眾是攏感覺真恐怖。這大聲的噪音，連隔壁你攏聽會到。台塑高雄林武廠8號半暝12點20分左右，雄傳出噪音，消防車接到通報到現場警戒，附近的居民互查冊，局是發生公安意外。足差的，會驚嗎？我也袂驚。親像有人咧放啥物氣迄種聲啦，我以為是要爆炸了，我打電話講囡仔講。台塑可能要爆炸啊！驚意外擴大，居民馬上向當地里長反映，趕快有聽到噪音的里長趕緊去內底看狀況。他要泄壓嘛，你不讓他泄壓，他可能會爆炸，可能又很麻煩啊，所以說他是泄壓的聲音啊，不是有什麼公安問題啊。環保局人員透早來到現場做檢測，根據了解是廠內 JP3L 的發電連鎖系統跳車，引發安全機制。L 將過節蒸汽排出來，才會出現社區的噪音。排風後已無噪音之情勢，令現場查證後，僅有蒸汽排放於大氣中，以促請廠方注意防範。環保局指出，噪音在氣下了就停啊，嘛無造成污染，所以無開發。只是附近工業區不時有公安事件發生，居民雖然攏講生笑講習慣啊，但只要有任何的動靜，也是互居民的神經電好案。記者陳環宇、面交管高雄報道。婚姻未了3座小土團的機組，2025年要退休轉型。早起有環保團體到婚姻縣政府定情，因呼籲縣政府針對台塑16座小土團的機組，嘛應該愛限制，也是要求轉型。縣政府是表示講，在7月份已經組成專家小組開會討論，縣政府會全力來支持改用天然氣。臨近雲林縣7縣市的環保團體人員，配合上午手揢着布條。發條要求好空氣，要求永縣府需要管控6輕燒煤炭的排放量，因為中央規劃2025年要針對未了3座電廠，聽議也是來轉型，但環保團體認為，安尼做個無夠。合法許可證還是需要地方政府來核發嘛？那如果可以期待符合大眾的需求，就是我們大家其實好期待就是好空氣。那像我們彰化也發現一些尤其是緊鄰的6輕越近的話，那個重金屬污染就越來越高嘛，包含沿海地區一樣。那個3個到期之後，天然氣那也可以，你要還你16，你要還你16個都一起來嘛，你不用19個，只有3個來做。
环团表示，虽然能源转型是中央的大政策，但地方政府更有责任需要做好把关的工作。针对台塑16座收煤台去做强新机组，应该有所控制，还是要求转型？对此，云林县环保局表示，7月份已经组成专家小组来研讨。我们还要重视所有的公安的一个安全的部分哈，所以我们在7月份有邀请专家学者，我们针对我们设置所谓的天然气储槽接收站，那甚至于到后续的一个发电厂的一个转型还有气电共生厂转型的部分，那我们是成立专家小组来针对这些公安的议题、污染的议题来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讨论。云林县环保局表示，苗栗岛干业区是上大的石化区，总共有3000多座储槽，现在已经由专家小组来研讨，未来是确定接收站公安无问题，还是环境评估无疑虑，阮县府拢会全力支持烧煤台来转用天然气。记者云林报道。来看台东志航空军基地边仔阿美族的石山部落，昨日为了要帮空军加油，用一冬的时间，用草绳编出一台 F1战斗机的模型，要甲伊放伫部落的出入口，望讲会当互应付中共军机，应付甲真辛苦的空军一寡鼓励。阿美是石山部落的聚会所，部落的青年当地打造一只空军 F51战斗机的模型，伊用的材料是钢筋、竹米啊，甲用稻草编的锁啊。部落的青年一空，甲锁啊钉伫飞行机的外口时，佮甲固定起来。规工定是真够工，规只战机看起来就特别完工。伫飞行机的上头前，佮有特别做隐形的图。如果只有草绳的话，就是2个礼拜或3个礼拜，因为我们之前还有贴这个，我们还要绑那个竹片。这只战机的模型是石山部落社区发展协会规划1年的时间，收集稻仔编做7公里长的锁来做的。飞行机的分数长有6公尺，甲 F5的战机外形是真满意。社区发展协会表示，这几年来空军处理外国战机任务是真辛苦，附近的志航基地嘛小连续发生意外。希望做这只战机的模型，放伫部落的门卡口，让官兵若看到会当感鼓励。可能就是我们的飞机一直没有完成所以才会这样子。那我希望把这些飞机完成了以后，也希望给他们一个比较振奋人心的部分。社区发展协会表示，这只战机的模型，敢若剩上尾阶段完成，就会当完工。按算中秋节会伫部落的门口口来展示，向空军来致意。记者综合报道。啉茶好处是袂少。中兴大学上新的研究发现讲，草铺茶内面有一种小激素，会当预防酒气哦。这研究成果嘛，刊伫国际气科学期刊顶头咯。甲茶米放入去茶果，搁再用烧滚水冲互开，一杯又搁香又搁回甘的普洱啊就完成咯。这杯看起来真平凡的茶，中兴大学生物科技学研究所最近一项研究确实发现，普洱啊内底的消脂素会当来防止酒气。这个蛀牙菌要让我们牙齿会蛀牙，它第一个它要先能够站到牙齿上面。对，它当然牙齿上面，它为了巩固它自己，它们会形成好几个菌，通通集合在一起，形成然后用一个膜叫做生物膜，把它们保护起来，所以才能贴在上面。OK， 所以真正那个喝茶会防止蛀牙，不是把这个菌杀掉，是主要是让它这个生物膜破掉。普洱啊会当有效阻止产生生物膜。卖互酒气的细菌停留伫咧喙齿顶悬，达到预防酒气的效果。这项研究10月会刊伫咧国际牙医科学期刊。医师认同研究的科学基准，但是也提醒民众，袂当干那靠啉茶来防止酒气。一般洗喙的动作也袂当疏忽。刷牙和用牙线都是一种那个手动机械式的清洁，它可以把我们的牙菌斑清除掉。在牙菌斑被清除掉的前提底下，才有生物膜减少附着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说茶类或者是普洱茶有防止龋齿的作用，就忽略了。医师表示，茶因为含有单宁酸，容易让喙齿变黄，影响到美观。想要防止酒气，建议也是爱照步来，啉茶适量就好。记者台中报道。来看农粮署最近对大专校院研发的上百件产品，推出一寡有创意、卖当大量生产的产品，甲通路配合，望讲会当来帮助农民增加收入。
恭喜我们教授，请看向前方镜头。颁奖予入选的大专院校研发团队，感谢因替农业的永续发展来尽一份心力。农粮署为着配合这个农产品的开发，会当有更加侪创意甲行销机会，和中兴大学合作，针对农业科学内底研究的食品加工部分，调集各大专院学校的团队来加入，研发上百件有特色的农产品，竞出10项来做量产行销，找出10大可以来做量化，同时必须要具有创意，同时安全以及美味、优质这样的一个食品加工产品。我们选出了这些全部用国产的农产品。那国产农产品包括有杂粮，比如说甘薯啊。农粮署强调讲，选出这10项的研发作品，亲像以香蕉为主题研发一品所这的产品，也是研发蜂蜜酒、麻啉，这个产品有文创性，而且会当规年生产，嘛正适合包装行销。我们就希望可以把好的农产品，事实上可以进行量产，变成加工化的过程。那我们也特别媒合在做很多优质的这个制造商，他们长期都有好的原料的产生，所以我们从老师的技术到通路的部分，到厂商制作过程，事实上我们都很严格的把关。为着配合这个产品会当更加出名，阁侪人学乐，农粮署也阁媒合新东阳甲新品这2大通路来合作。伫个设备完成签署，希望会当透过通路的推广，把这个产品上架来卖，推xuất科技永续发展的优质农产加工品，安尼嘛当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的后里一间有机农场哦，伫休寒休热拢会提供实习的机会，互他农科相关的高中生去实际体验做事。望讲学生提早对相关的技术甲整体环境会当有淡薄了解，通好决定讲毕业了后是要继续升学，还是要开始做事咯。学生真细腻咧操作农具，要安怎整地开沟？中兴大学附设农工连续4年和后里的有机农场合作，伫咧休热休寒期间提供实习，让学生甲农民做伙工作，提早适应做农生活。我们是1年级就能进来，但其他同学是去别的农场做别的工作，然后我们不是，我们是来这里学开中耕机，也算是有点超前部署的感觉。有些东西在学校就是可能因为我们现在1年级嘛，没有在学校那么快学到，然后我们来这边可以提早学到，然后回去就不用再花费太多的心力去处理它。航空讲，虽然今年疫情影响，敢若认为1年学生参加实习，不过实习的内容连倒是更较值钱。对整机西农区到黄白塘海等等，各项目农民拢对前对后亲身指导，传承经验，望互因的做农技术更加提升。例如可能作物的肥培管理啊、病虫害的管理啊，以及这个未来对他们帮助比较大的这个农机具的操作使用。对，这基本上都是每天就是农民做什么，学生来就跟着做什么。学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农场见习的这个活动，那么可以就是了解我们整个业界的一个实际的状况。那对于说将来学生在升学啦，或者是决定就业的一些方向那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这样子，航空表示，后来虽然有附设农场和相关的资源，不过实习课程会当互这学生直接对农民落去种植，也希望互这学生囡仔提早踏入工课场，未来通有更较好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伫南投德西有一丛300外冬的奶枝树，也毋过因为10外冬前附近牵过压电，嘛影响到这丛老树。最近民众就提出计划，希望讲会当来整理附近的环境，互这丛老树永远伫地方来陪伴代代子孙。伫真侪乡镇拢会有100年老树，若是当地居民开讲纳凉的所在，嘛定是代表地方的守护神。伫咧南投德山镇的下坪里，都有一丛老奶枝树，爱4、5个人才有法度把树身围起来。这棵树好像还屹立在这么几百年来，屹立在这里，好像守护着下坪这一块美地。根据地方的传说，这丛奶枝树已经300多岁啊。下坪里代代的生活基地拢有伊的形影，嘛是南投县府列管的珍贵树木。虽然当年热人也是会生奶枝，不过10多年前的电力工程已经伤害到老树的健康。这棵老荔枝树长的果实很大又很多，几十年前呢，电力公司从这里拉高压电过去，所以就把它
砍掉太多了，所以就变成现在这样。希望说，好县府这边能够多发点好一些经费，好，然后把这个周遭环境先整理好，那整个后续的一些管理维护，好由我们来做。因为地方甲老树的感情真歹，民众拢唔甘看老树的生活环境哪来哪歹，所以希望官府会当甲因斗相共，互代代子孙会当伫咧老树的看顾之下欢喜大汉。记者综合报道。资深的电影导演李行8月底过身，今仔早起告别式，导演好献甲真侪电影界人士拢来送伊最后一程。文化部长李永德嘛颁发褒扬令，感谢李导演对台湾电影的贡献。金马奖团队嘛宣布讲，会伫今年影展来播送李行导演的纪录片。献花。资深导演李行伫8月底过身，享受91岁。伫告别式顶悬有放伊慈祥马尾仔笑的相片，和伊上界至深的电影界做最后的告别。今年4月29号，导演搭上了高铁，赶到了台南艺术大学，只为了叮咛大家电影史料保存的重要性。也就在那一天，导演体力变差了，胃口变坏了。李行导演伊规世人拢奉献予电影，伊在生时阵正致心电影交流传承。文化部长李永德嘛来参加告别式，有发褒扬令。导演侯孝贤、制片人李烈、艺人房祖名嘛来替因爸母成龙林凤娇来送伊最后的一程。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第一部电影就是跟李导演拍的，然后李导演的严格跟要求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我都还记得我们拍《小城故事》，我们那时候我们在鹿港拍嘛，但是我们住在台中，然后每一天收工完，李导演就带着我们去吃饭，所以我跟着李导演吃了很多很好吃的餐。李行头一遍导演台语片《王过六过游台湾》，伫个1959年一日上演就真轰动。随后伊的作品《饲鸭人家》《秋决》《大海中的一只船》有得到金马最佳导演奖。也搁伫1995年得到金马终身成就特别奖。今年的金马影展办批要伫8月这天上演少年李行的纪录片《形影不离》，要甲李行上尾的身影留予伊上界至深的金马影展。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人权馆最近甲罗里亚剧团推出一出描写马来西亚华人陈kim生伫白色恐怖时期的遭遇，咱嘛做伙来看卖。远往落月的海底，东东伫咧行球期间，逢凌迟苦毒，身心受尽折磨。加在有妈妈黄姥姥坐船过海来甲探视、甲鼓励，才通互伊委屈数十年的灵魂得到透放。规出戏无任何台词，大神翁仔结合幼路的光影艺术。国家人权博物馆邀请罗里亚剧团创一出叫《讲好卖哭》的戏剧。主角这只叫东东的海底，就是政治受难者马来西亚华人陈kim生的故事。伫戏剧内底有增加一寡绘本无的部分，亲像转型正义啊，为什么你爱阮原谅啊？原谅的过程是安怎？1967年，陈kim生升过伫咧台南读成大化工系。1971年，雄雄气候调查局的人掠去，讲伊牵涉台南美国新闻处的爆炸案，认定伊参加共产党的活动，去互判12年。出狱了后，无身份证也无护照，袂当飞转去马来西亚看妈妈，一路靠狱友甲牵手陪伴，才通行出黑暗。这世人上对不起的都是阮妈妈。讲实在，我来台湾读册就为着阮妈妈去期待出了这个代志，心内底一直无法度原谅我家己啦。行出怨气甲绝望，胜过捌怨恨过。毋过伊讲，即马伊简单一个愿望。上希望是讲囡仔会听会到，不管是发生什么代志，做父母的人绝对袂甲放弃啦吼。对这个拜五小连续3天，人权馆希望透过戏剧，互侪侪人会记得台湾历史，甲这段爱甲勇气的生命故事。记者民警曾派文新北报道。再来看婚姻员总国小伫歇落时阵举办5天的布袋戏营队，互学生囡仔学人布袋戏翁仔念口碑，来认捌咱传统的文化，做伙来看卖。
台下顶的布袋戏是演甲介精彩，台下开观众也拢看甲真心色。这是云林县中国小伫今年秀热办的布袋戏野队，总共5天的活动，伫上尾一日来发表成果。总共有5天的这个练习跟学习哈，啊，好囡仔学到做这些语言啦，还是这个超偶啦，包括这锣鼓哈，这部分。一寡学生囡仔过去拢无学过布袋戏，透过艺术的指导，为人翁仔基本手势、教练口碑、语调变化，学生是拢感觉真趣味。像这样放这里，然后呢，你可以像这样动来动去。你这样第一次这样敲起来，你觉得会不会很难？不会，就那个很像拍手打一下就好。我这个台语是从我小时候会讲话的时候就开始学。今天要演出，所以昨天晚上着急的睡不着，因为会觉得隔天就会忘记那个台词怎么念。5天的时间要学一出戏，实在无简单。不过这学生拢真认真，唔但透过课程认捌咱台湾的传统文化，也透过表演培养自信。记者综合报道。法国等的试验一款新型的轻电车哦，发电了后，这个生成水会当讲是零碳排，非常的环保。法国政府嘛按什么用意来取代柴油车？这台蓝色的列车慢慢驶入车站，迎接伊一个法国的第一批人客，发上阿尔斯通运输公司的新型轻电车，摆喺一个北部城市瓦伦西恩进行第一遍测试。和法国开始行向轻动力列车的时代，阿尔斯通的新型轻电车是全世界第一种用氢燃料电池的列车，零排碳，只敢排水汽，驶的时阵声音也加较细声。Ou vers l'hydrogène. Donc l'hydrogène a un avenir en France évidemment, sur ces 45% de lignes non électrifiées. Et puis plus largement, il a un marché européen à conquérir, un marché mondial. Vous avez vu à quel point. 这种新型的轻电车是德国政府自作研发。目标是要取代柴油列车，进前已经伫咧德国、奥地利、荷兰跟瑞典测试，法国今年也签第一份订单。À hydrogène qui seront testés en 2023-2024, puis qui commenceront à circuler sur nos lignes de façon tout à fait sécuritaire à compter de 2025. 法国目前有1200列柴油列车，政府按算用轻电车慢慢给换掉。不过，伫即马这种列车的氢气，由原是使用石化燃料所制作的普色氢气，唔是再生能源所制作的绿色氢气。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华东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感谢观众收看今仔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